个加热让电分析看你家比例多少是瑕疵多少。所以他自己来的时候自己开过吧？他自己有做过，但是这些现在是停止要做的事。哦，他再备测。应该不会差异太大的。应该他认真剪，就是要看他有没有认真剪豆，筛选豆。我来一家打我的。那唔使那个你要點嘛？啊，这是基本料加烘料。好，谢谢。这段期间来，因非常用心，来做这个筹备工作。今仔开始为期4天的这个比赛，相信呢有法度选出咱全国内底上好的20支。第一个是咱的这个特选，个咱的这个特等，甲咱的叫头等以及金质奖银质奖当中有20个。那透过安尼办这个活动，希望咱八卦山这个咖啡的能见度会使打开，能够让更多的国人知道我们彰化咖啡的好那因为咱中华咖啡是低海拔，所以袂有苦涩味，是非常适合大家来饮用咱即摆彰化县当中有100多个公顷，是咧种这个咖啡，咱希望讲会使推广，互更较侪农民来专做咖啡。咖啡的这个需求量，会使讲伫咱国人是非常多的。那我想这个销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希望讲透过安尼活动，第一不许着咱的这个咖啡的这个好，甲咱的这个咖啡的这个产量能够呢提升出来，让我们的农民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收获。那在这边再次的要谢谢我们市农会的一个用心那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乡亲对于我们彰化县农产品的一个这个支持。是。所以你现在是这个是950，这个950，这个900，这个800，这样是450。要注意，该前边那要怎么把它摘回来？我看看现场看一下。